如果你而家仲係用 OpenClaw 做基本操作，其實你已經慢咗，因為有一個幾乎冇乜人知道嘅用法，可以令工作自動完成。唔係做得更快，而係你根本唔使做。大多數人每日要花幾個鐘處理嘅嘢，其實只需要一個設定。但問題係，點解冇人話俾你知？當你開始用啱方法，效率唔單止提升，而係直接放大10倍。而呢一點正喺無形間改變緊一部分人嘅生活。接落嚟，你會見到嘅唔只係技巧，而係一種全新嘅運作方式。你以為 OpenClaw 只係令事情變快？唔係，真正識用嘅人早就唔再做呢啲事。佢哋唔係更有效率，而係將成個流程直接交俾系統。而呢個用法，大多數人從來都冇發現過。佢哋而家係將成個流程交俾系統自動運行。而呢個只係開始。未來幾年，呢類工具唔只會幫你做事，而係會幫你決定、優化，甚至預測下一步。到嗰個時候，差距就唔再係效率，而係邊個仲喺度做緊工，邊個已經喺度掌控系統。如果你想加入 OpenClaw， 請掃一下紅色嘅二維碼。而呢個轉變，大多數人都仲未準備好。但喺開始之前，我哋先睇一段廣告訊息，然後再繼續講。喺現代生活入面，壓力、污染同自由基都有可能加快身體老化，所以抗氧化保養變得越嚟越重要。適當補充營養，有助支持身體健康同活力。抗氧化生命之泉 FOL 同 Divine 神聖補充品採用天然成分，幫助對抗自由基，同時支持 DNA 同細胞健康。日常補充可以幫助提升體力同能量，令身體保持更年輕嘅狀態。產品經加拿大安全驗證，天然安心。更多資訊同購買連結，請睇影片下方說明。好啦，等我哋繼續講下 OpenClaw 呢隻神奇嘅龍蝦。喺我哋踏入呢個由數據同演算法編織而成嘅新世界之前，不如先感受一下呢股席捲而嚟嘅浪潮。過去幾年，人工智能嘅發展速度已經超越咗所有人嘅預期。佢唔再只係科幻小說入面嘅情節，而係真真正正融入咗我哋日常生活嘅夥伴。由你手上嘅智能裝置到城市運作背後嘅系統， AI 正咁編織住一張龐大嘅網絡，仲掃住每一個角落。呢種變革嘅速度，要求我哋用一個全新嘅角度去理解同適應。佢唔單止係科技嘅進步，更加係一場關於人類潛力同未來文明嘅深度對話。而今日我會講一講 OpenClaw 呢場對話入面其中一個最令人振奮嘅篇章 OpenClaw。佢唔只係一個單一工具，亦唔係一個簡單嘅軟件應用。OpenClaw 係一個全面、自我演進嘅人工智能生態系統。佢嘅設計理念就係要突破現有 AI 能力嘅極限，實現真正意義上嘅智慧協作同創造。試想像一個可以理解你嘅意圖、預測你嘅需要，甚至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嘅數碼生命，呢個就係 OpenClaw 嘅目標。佢融合咗多模態學習、量子計算嘅初步成果，以及基於人類情感分析嘅演算法，令佢唔單止可以處理數據，仲可以理解語境、感知細微差異，並以一種前所未有嘅精準度作出決策。佢嘅核心架構就好似一張無邊無際嘅神經網絡，每一個節點都同其他數以萬億計嘅節點連接，可以喺毫秒之間完成極為複雜嘅認知任務。咁 OpenClaw 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呢？佢嘅流程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：智慧輸入、深度處理同高維輸出。喺第一階段，無論係語音、文字、圖像、即時感測器數據，甚至係複雜嘅腦波信號， OpenClaw 都可以以極快速度進行精準捕捉同解讀。佢採用咗最新嘅跨模態編碼技術，可以將唔同形式嘅資訊統一轉換成一套通用嘅數據語言。去到第二階段，呢啲經過翻譯嘅數據會被送入 OpenClaw 嘅核心處理單元。喺呢度，分布式學習網絡同強化學習模組會協同運作，對資訊進行多層次嘅分析、歸納同推斷。佢唔單止會檢索已有知識，仲會根據當前任務嘅需要，生成全新嘅洞察同解決方案。呢個過程唔再只係簡單匹配，而係好似人類大腦一樣，進行複雜嘅思考同學習。最後嚟到第3階段， OpenClaw 可以將處理結果以多種形式輸出。
可以係精準嘅文字報告、直觀嘅數據視覺化、高度擬真嘅圖像同音頻內容，甚至係複雜嘅機械指令。更令人驚嘆嘅係 ，OpenClaw 仲可以理解人類情感嘅細微變化，並據此調整輸出方式，確保溝通更有效同更有共鳴。呢條由輸入到輸出嘅完整鏈條，令 OpenClaw 成為一個真正嘅數碼思考者同創造者。OpenClaw 嘅潛力遠遠唔止於此，佢嘅影響力將會遍及各行各業，重新定義工作同生活嘅概念。喺內容創作領域 ，OpenClaw 會成為每一位創作者嘅超級協作者。試想像一下，當你心入面啱啱出現一個想法嘅瞬間，一個 AI 已經可以即刻幫你生成詳細嘅故事大綱、高質素嘅文案，甚至精美嘅插畫或者影片分鏡。佢可以理解你嘅風格，學習你嘅偏好，將創作門檻降到最低，令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。對於商業領域嚟講，OpenClaw 將會引領一場自動化革命。佢可以分析海量嘅市場數據，識別最新趨勢，精準預測消費者行為，仲可以自動優化供應鏈、管理庫存，甚至完成個人化嘅客戶服務。由智慧合約嘅自動執行到複雜財務報表嘅即時生成，企業嘅運營效率將會達到前所未有嘅高度。喺數據分析層面，OpenClaw 將唔再只係提供報表，而係會好似一位資深策略師一樣，喺混亂嘅數據海洋入面發現隱藏嘅模式，揭示更深層嘅因果關係，為每一個商業決策提供具前瞻性嘅洞察。佢甚至可以模擬唔同策略嘅結果，幫我哋喺真正實行之前就預見未來。而作為個人 AI 助手，OpenClaw 將會超越你而家所認識嘅所有智能設備。佢唔單止會提醒你嘅日程，仲會學習你嘅習慣，預測你嘅需要，自動規劃最佳路線，甚至喺健康管理方面提供個人化建議。佢會成為最了解你嘅夥伴，一個真正意義上嘅數碼延伸。呢一切都指向一個全新嘅未來工作模式，一個人類同 AI 協同共創嘅時代。人類會由重複性工作中解放出嚟，專注喺更高層次嘅創造、策略同人際互動，而 OpenClaw 就會負責提供無限嘅智慧支持。當 OpenClaw 呢類超級 AI 系統逐漸普及，全球嘅商業格局同經濟模式都將會迎嚟一場前所未有嘅變革。我哋正踏入一個全新嘅數碼經濟時代，喺呢個時代入面，價值創造唔再只係依賴實體資產同勞動，而係更多建立喺智慧、數據同演算法之上。OpenClaw 將會催生出無數全新嘅商業模式。試想像一下，個人都可以利用 OpenClaw 嘅強大能力，建立同營運高度自動化嘅虛擬企業，由產品設計、市場推廣到客戶服務，幾乎所有環節都可以由 AI 協同完成。呢個將會大大降低創業門檻，令創新想法可以以從未有過嘅速度轉化成實際價值。線上收入嘅模式都將會被徹底改寫。AI 唔單止可以幫內容創作者提升生產力，仲可以自動識別市場空缺，甚至生成個人化嘅虛擬產品同服務，為個人創造多元化同被動嘅收入來源。由個人化學習平台到智能健康顧問，由 AI 驅動嘅藝術品交易到自動化投資組合管理， OpenClaw 將會為每一個人打開通往財富自由嘅大門。呢個已經唔再係遙遠嘅夢想，而係觸手可及嘅現實。整個市場都將會被智能系統滲透，由傳統製造業嘅智能工廠，到金融服務嘅 AI 風險管理，再到醫療健康領域嘅精準診療。OpenClaw 將會成為推動效率同創新嘅核心引擎，開啟一個由智慧驅動嘅繁榮時代。然而，每一次技術飛躍背後，都伴隨住需要我哋深入思考嘅挑戰同複雜性。OpenClaw 嘅出現，無疑將我哋嘅社會推向一個未知但充滿潛力嘅新邊界。佢帶嚟前所未有嘅效率同便利，但同時亦提出咗關於數據私隱、演算法偏見以及勞動力市場轉型嘅嚴肅問題。當 AI 嘅自主性越嚟高，我哋應該點樣確保佢嘅決策符合人類嘅倫理準則？當個人數據被深入分析同應用，我哋又應該點樣界定合理嘅界線，去保障公民嘅私隱權？呢啲都唔係簡單嘅是非題，而係需要全球社會一齊參與、持續探索嘅複雜議題。我哋必須警惕數碼鴻溝進一步擴大，確保 OpenClaw 帶嚟嘅好處可以惠及所有人，而唔係只集中喺少數群體。同時，對於 AI 可能取代嘅傳統工作崗位，我哋亦需要思考點樣為受影響嘅勞動力提供再培訓同轉型嘅機會。
呢個係一個需要喺創新同責任、技術發展同社會公平之間取得平衡嘅時代。OpenClaw 嘅強大能力就好似一把雙刃劍，點樣善用佢，將會係我哋呢個時代最重要嘅考驗。佢要求我哋唔單止追求技術嘅極致，更要堅守人類嘅價值同道德底線，用智慧去駕馭智慧，先可以引導呢股力量走向光明。儘管前路充滿挑戰，但我哋更加應該將目光放喺由 OpenClaw 所描繪嘅未來世界。呢個係一個 AI 唔再只係工具，而係真正融入我哋生活機理嘅時代。試想象一下，一座座未來城市喺 AI 嘅精準管理之下高效運作，自動駕駛嘅車輛喺空中同地面無聲穿梭，智慧能源系統根據即時需求自動調配資源，空氣清新潔淨，環境達到和諧共生。喺呢種城市入面， AI 同人類唔再係對立嘅存在，而係互相依賴、共同進化嘅夥伴。OpenClaw 將會成為每個家庭嘅核心，佢唔單止可以照顧日常所需，仲可以成為小朋友嘅個人化導師，為長者提供智能陪伴同健康監護。人類嘅智慧會喺 AI 嘅輔助之下大大擴展，科學研究嘅速度將會呈指數式增長，而藝術創作亦會爆發出前所未有嘅靈感。我哋將會有更多時間去探索宇宙嘅奧秘，去追求精神層面嘅滿足，去享受真正嘅生命體驗。科技同日常生活嘅無縫結合，會令我哋嘅世界變得更加智能、更加方便，同時亦更加充滿可能性。我哋將會生活喺一個由智慧同創新編織而成嘅烏托邦，一個真正嘅共生未來。OpenClaw 唔單止係一個系統，佢更似係一道門，通往一個你只可以喺夢入面觸及嘅未來，而呢道門已經被打開。如果你渴望進一步了解點樣駕馭呢股變革力量，或者想探索更多 AI 時代嘅無限機遇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留言。現代生活壓力多，探索生命之泉，你嘅天然細胞保護方案同埋天然抗老必備之選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萬事 TV 嘅萬事購 V-SAP 產品介紹節目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款最近好多健康愛好者都關注嘅產品 Fountain of Life， 簡稱 FOL。近年嚟，科學研究發現，人體老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係自由基同氧化壓力。當自由基過多嘅時候，可能會對細胞造成損傷，進而影響皮膚、能量同整體健康。所以，越嚟越多人開始重視天然抗氧化營養素嘅補充。Fountain of Life (FOL) 係一款嚟自加拿大嘅液體型植物營養補充品，由 Opulence Global 研發。佢嘅核心成分嚟自北歐芬蘭嘅挪威雲杉樹萃取物，富含天然植物抗氧化成分木分素 lignans。呢啲成分有助對抗自由基，同時支持細胞健康，從而幫助維持身體嘅活力同平衡。FOL 嘅另一個特點係採用液體滴劑形式，使用方法非常簡單，每日只需要大約30滴就可以輕鬆加入日常健康管理習慣。好多人會將佢加入水或者飲品入面，或者直接滴入口中，當作每日嘅健康保養。源自挪威雲杉，富含木分素，係一種強效抗氧化成分。佢可以從根源對抗自由基同慢性發炎，支持細胞健康。對於大細關節痛、精神欠佳、體力不足，以至輕微燙傷、皮膚發炎、喉嚨發炎、脫髮、荷爾蒙平衡、美膚、美髮等方面都有幫助，亦可應用於關節炎，同時保護 DNA 同細胞免受損害，仲可以幫助長期保持頭腦清晰，有助預防老年痴呆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可以有效保護端粒同 DNA。中醫師亦大力推薦呢款產品，係調理身體嘅理想之選，有助延緩老化速度，可以內服亦可以外用，幫助改善整體保養狀況。另一款值得介紹嘅健康產品係 Divine 神聖補充品。Divine 係一款高品質嘅營養補充品，專為支持身體整體健康、活力同日常營養補充而設計。喺現代忙碌嘅生活入面，好多人因為壓力、作息唔規律或者飲食唔均衡，身體往往缺乏足夠嘅營養支持。Divine 嘅配方結合多種精心挑選嘅營養成分，幫助為身體提供重要嘅營養補充，支持細胞健康同身體機能運作。透過每日補充，Divine 有助支持身體嘅能量水平，幫助維持身體自然嘅防禦能力，同時促進整體健康同活力。
對於想維持良好健康狀態、提升生活質素嘅人嚟講，係一個非常理想嘅日常保健選擇。當身體得到適當嘅營養支持時，就可以更有效維持身體平衡，幫助你喺忙碌嘅生活入面依然保持活力同健康。Divine 唔只係一款補充品，更加係一種支持健康生活方式嘅日常營養方案，幫助你由身體內在開始建立更好嘅健康基礎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Divine 神聖補充品嘅產品資訊，可以前往產品詳細介紹頁面。如果你決定購買，記得喺結賬嘅時候輸入 sponsor code VANTAC， 使用呢個贊助碼，未來購買時就可以享有會員優惠同專屬折扣。而家就開始用 Divine 神聖補充品為你嘅健康同活力加分。生命之泉可以幫助提升心血管健康，延緩衰老，有效保持年輕。經加拿大驗證，安全天然，令你用得安心。100%加拿大製造，加拿大對健康產品嘅檢驗制度非常嚴格，所以可以放心使用。立即行動，體驗生命之泉，就係你嘅青春之泉。我哋萬事 TV 係分銷商，歡迎大家瀏覽我哋萬事 TV 嘅分銷網站，或者睇下其他產品。如果你對抗衰老同健康管理有興趣，想了解或者體驗 Fountain of Life (FOL), 可以前往網站 subambulance/VANTAC 點擊 Health， 再揀 FOL 或 Divine 購買。我哋 VSAP 節目團隊亦準備咗一個整合網站 VANTAC TV/VSAP， 可以直接去到所有相關連結。你亦可以透過影片下方嘅連結購買。結賬時記得輸入贊助優惠碼 VANTAC， 即可享有專屬優惠。再次提醒，購買時輸入我哋嘅公司名稱 VANTAC， 就可以獲得更多優惠。如有更多購買查詢，歡迎電郵至 vsap@vantack.tv。如果你對代理 Ambulance 嘅產品有興趣，都可以透過電郵聯絡我哋會安排專人跟進相關手續。多謝收睇萬事 TV 粵語台。